係，大家好，我係 Michael 陳尚義。咁我係一位註冊社工，亦都係同行鳥創辦人，推廣精神健康。網絡世界咧，其實都經常會遇到一個競爭啦，會睇到其他人生活得好好啊，會覺得自己點解冇其他人咁優秀咧，從而都會有個低落感喺度。咁點樣去面對呢個狀況呢？因為有陣時我哋經常喺網絡世界度，其實就好難去focus 到自己嘅現實生活究竟有啲咩好嘅地方，例如係同其他朋友嘅相處啊，其他興趣啊，唔單止其實喺網絡世界可以做到，其實現實世界都可以做到。點樣去減少呢類焦慮呢？咁其實適當咁樣抽離喺網絡世界，去同現實世界嘅朋友多啲相處，去發掘到世界之中其實有好多地方係值得欣賞，值得去花時間係同唔同人去相處，咁都係一個方法嚟嘅。如果你有情緒困擾，甚至乎打算有自殺嘅行動嘅話，咁我會建議你去打防止自殺熱線23820000。